中原航勤的员工指控讲，公司霸占工会，阻挡基层的员工加入工会。虽然桃园市政府的劳动局有介入协调哦，也毋过，嘛是有上百个基层的员工无法度加入工会。因今仔去桃园市政府定情，中原航勤是指出讲，目前是有主管机关在处理咯。公司嘛尊重员工参加工会意愿，嘛未干预工会自主。 甲中央航勤企业工会名单一个一个列出来，基层员工指出，包括公司的经理、甲人事主管，拢是目前企业工会成员。不过对第一线的员工要入会，却是想尽办法甲伊阻挡。目前也有100多人申请，却无法度加入。工会就规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规定啊，好像是说啊，我们入工会要在职证明。 但是工会的规章里面并没有这一项。以往的劳资会议代表，我们是都不知道的，直到今年，然后我们有参与工会时，我们才知道有劳资会议这件事。来乌燕的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指出，年初中央航勤的员工依法休困了后，想要成立工会争取权益，才发现企业工会早就已经做5年啊，内底拢是管理的改善，嘛无依法定期派代表开劳资的会议。迄当阵有向桃园市劳动局申诉。 劳动局答应会来斗3天，企业工会理事长嘛讲会互员工加入，不过交达已经9个月啊，要是无具体进度。我们呢也已经跟法院来申请解散工会了，那所以呢，这个最后的决定呢，我们也来看法院怎么样来裁定这件事情。这样，劳动局答应讲会继续监督处方，依法互工会运作顺利。针对这点，中央航勤回应讲。 公司尊重员工参加工会意愿，嘛袂影响工会自主。因若有关企业工会入会相关的争议，目前已经由劳动部进行调解审议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